興獲邀出席懲教署學員結業會操。首先，我衷心祝賀今日結業嘅20位懲教主任及91位懲教助理，順利完成專業同埋艱苦嘅訓練，正式成為懲教署一員。見到你哋整齊拼出懲教署英文縮寫嘅 CSD 及用手做出比心嘅圖案，表現出你們心繫懲教署，準備好承擔守護最後防線嘅任務。我相信在場嘅嘉賓和你們嘅親友都和我一樣為你們感到自豪嘅。懲教署肩負着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嘅使命，一直以安全人道嘅方式羈管在囚人士。雖然面對在囚人口嘅持續上升所帶來嘅壓力同挑戰，署方仍然識變來求變，推出多項措施以優化管理效能。懲教署不但全力確保羈管工作到位，同時亦落實不少更生方面嘅新措施，全方位協助在囚人士改過自新，重投社會。我想引用各位結業學員嘅拼出嘅比心圖案，表達對各位嘅期望。我希望你們用心做好懲教工作，盡心盡力為香港繁榮穩定、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。最後，我祝願各位結業嘅學員前程錦繡，工作順利，